农历7月，中原普渡渡好兄弟仔，台东的动保团体嘛专工为野生动物来办普渡，嘛趁这个机会要呼吁大家都爱尊重野生动物。伫上乡复兴村汉天宫，当地举办中原普渡的法会。不过，这届普的对象是伫197关岛迄颗螺仔，不幸伫罗林洪弄死的野生动物。当地动保团体摕12年来调查的数据，有20种上接互发现死伫罗林的动物，其中鸟仔甲白塘类是占上侪。106年到现在，我总共大概806笔，就是在197跟东九这一条线死亡的动物。动保团体趁今年中原普渡，争取到地上乡公所的经费，替这不幸过往的野生动物准备食的来甲谱，嘛争取到乡公所设立友善动物的告示牌，要提醒民众甲游客，时间甲旅游的时阵，拢爱注意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。我们可以来做环境教育，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生活，他们认为生活的日常，可能有些时候也会造成动物的不方便或不安全。这次我们整个未来会推动的是设置这样的一个友善动物的告示牌，那也希望在池上乡未来推动慢城的时候，呼吁旅客进到池上乡放慢车的速度。这是台东县头一届有民间团体为死亡的野生动物举办普渡法会，嘛有不少工程单位捐物件来拜拜。透过民俗的普渡活动，动保团体呼吁未来工程施工的时阵，会当增加生态检测的项目，尊重野生动物的生存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